好端端的，随而上去做什么？方才家玉出来了，要见你，等你半天才出来。既出来了，又慷慨潇洒的歹徒，显得畏畏缩缩的。才会他一个为头上，哎呀，人到脸生光，自古道是同名见呀文，曾经连打举文章，苦太你曾经思故前不呀。此度荆棘疲劳，他是用在南地很东阳，与家与我同往。今日来是谁跟你去上一笔？老爷，就是小的白面。他到底做了些什么书？一定是他心里有些文化在肚子里。哼！等我空了，掀不了你的皮。老爷，至于这不认在的孙子，晚才在这里做什么？玩不下去就说。是。丁老爷，众人前往府里约人来看老爷。哦，吩咐有情。是。不知道人家到有什原因当面试才奇怪，大人请入，请。请问大人，下官是奉王命而来。我们府上有一些子名叫机关，来自王爷心爱的，四经多日不及外去，四次寻找无人，算是机关与琳琅宝友相交人儿。听着大出风趣，也是琳琅的字眼。故此来请教老先生做一次琳琅，去将机关发问。大人请稍待，来人，唤包牛来。是。请拿。老爷，该死的奴才！在家里你为乖去背胸脚，在外边无法无天又造谣，那机关是王爷家里人蒙人，待官应知他不到。老先生，我实在不知此人。凡事乃办的后吧，公子的活苦我得到。我是母子，愿意见得我说。事情证明他虚在，他等你回去了睡觉。大人请坐。命运不生，你与我相。那一关圆台上月出头，眼圈台下马欢笑，再不愿出身于林，他愿守住美了女家。此时来，他人在哪里呢？你说他比这都讲，可有此事？
是与不是，你快不快讲？好，我去找一位找这个地方，什么玉还来请教告示。我去准备。大人正好，大人万岁，宋大人，宋大人。奇棍啊，奇棍！古坛里总有银在神堂，只怕是难道是来我自把门都关上，有人闻到里去，别看档次，拖下去打，拖下去打！我打，你们打！与我狠狠地打！与我打死他！天哪！天哪！乡家不能是私立做营之徒，富贵国民之家，竟吃了个不忠不孝的孽子。他不能光灿灿胸远近，他不能为他揭露高登，进去那丫头戏子，去碰玉主持了铁子家门，仇自倒不知今日结狗命，面将来什么祖祖八卦家业，是无是君，把宝牛拖起来。老爷爷给困在夫妻坟上，我年已半百，只有这一年长。我养了孽子，我也不孝，倒不是今日把他了死一切乱。老爷，要是我的子儿还活在世上的话，不但是你当时一个保牛，就是你当时100个保牛，我也不管了。这是我死今只有这一个日子，老爷，你就饶了他吧。你与我放手来。你当死我，再当死他，去关心了。八月，老太太做事，八月。老太太有什么吩咐，何必自己走来？只怪叫儿子进去好了。你原来
我倒有话吩咐。这是我一生没养过好儿子，恰叫我何在取舍？老太太，做儿子的管教他，也为的是用中要重。老太太是此生，做儿子的是我担当得起呀。呸！我只讲了一句话，你就经不起了。你那样的棍子，难道发育就经得起了吗？老祖宗，发育，你这不也好？